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兄弟甲你甲我共赢，我最应该学了。我最有你虽然好食，不答应阮的好。第四站，敏感到。上帝听当作美，上帝是个我当行，安稳自在欢喜。咱搁来献开第69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我
咱个2分钟就到咱要礼拜的时间，请咱闭万心伫上帝面头前，咱要来敬拜上帝。今仔日是上年曙光的纪念主日，慈惠献诗曙光拢由上年堂家来服侍。咱为着保持咱敬拜的庄严，请咱甲咱的手机关静音。咱开始今仔日咱的主日的敬拜，咱来唱会情诗363首，咱坐咧吟就会使。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报。福音静声。
着家己谦卑伫主的面前，伊就要高升恁。亲近上帝，伊就亲近你。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倒回来吟圣诗69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请起立。咱游园徛底，咱用个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四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启应由赖秀贤姊妹。启应文第17诗篇84篇，伫圣诗的后壁面第32页。我来启，请兄做来译。启应文17，万军的耶和华，我的心神恋慕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伊也为着家己找着父囝的心，徛起伫你的厝的，即号人有福气。伊的力在伫你。伊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伊若行，必然若加天。
万军的上帝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祈祷。最远的盾牌的上帝啊，你着看。比你的第年大一日，较好1000日。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你袂捌留一项好物。万军的耶和华。祈祷由蔡明莹姊妹。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俄罗你，你是圣洁、威严、大有权能。除了你以外，普天下无别的上帝。你手术的圣神无限量，你的恩典无限。你是伟大的创造主，同时你嘛是何等疼阮的阿爸爸。你互阮信心。你互阮自由，对阮有怜悯，有慈爱。你处处为阮设想，事事为阮备办。主你时常为阮征战，也时时赏赐阮力量，帮助阮挑战阮家己的有限，帮助阮超越阮家己，来锻炼阮的信心。主，阮感谢你伫圣经留落一寡实实在在以色列人历史人物的故事，通过因真实的经历，互阮学习到单纯、信靠、顺服、接受永远活的主耶稣，做阮的生命。喙焦就啉主耶稣所赏赐的活水，枵餓就摕主耶稣的话做食物。主每日的勇气，互阮的生命有意义，互阮的生活有快乐。主你毋若疼惜细汉囡仔，主你共款疼惜每一个年龄层的兄弟姊妹。主你也有鼓励年长的人讲，白头毛是水的冕旒。主，阮感谢你，通过所罗门王甲亚撒王因年老时的故事，警戒阮年长的人，信靠上帝爱到底，毋通半途疏忽放弃。主，你嘛教导阮，一生到老拢无偏离上帝的正路，较袂抵到人生有假空空。主，阮感谢你保守上帝团契事工的脚步，互阮会晓将宝贵的人生的经验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互沙无变江河，互上帝团契伫教会成做互人祝福、坚强壮大的基体。愿上帝保守每一位相连客友，拢是上帝看做金字招牌，上帝所欢喜的囝儿。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求，阿们。献诗由上联团契因要献的诗是新圣诗574首，明日只有信靠主。
一世人做伙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诗篇128篇，旧约诗篇128。台语汉译本伫678啊，678啊。既若敬畏耶和华，行伫伊的路下，去互人有福气。你要食，你的手着无所得到的；你要享福，事事亨通。你的某伫你的厝的房内，亲像结济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囝儿葳蕤你的道，亲像橄榄栽。看，敬畏耶和华的人，的确要安尼得到福气。耶和华要对錫安赐福你，你一生要看起耶路撒冷的福气。你要看见你的囝的囝，愿平安归伫以色列。讲到潘中叫牧师要用到敬畏上帝的人来正道。各位兄弟姊妹平安。今仔非常的，对我来讲是感觉真特别嘛，真欢喜。咱拄着教会的相连主日，因为我对到大专复赛大学升了后，我所拄到的大部分拢总是大专主日、甲青年主日，所以真少甲相连同齐复赛吼。所以今仔日我看了嘛真感动，尤其今仔献诗迄条诗歌哦，我感觉甲少年人唱着无啥共款哦。那是一世人的见证，伫即个诗歌内底，你甲唱出来哦。我想起阮以前圣经神学研究班请一个80岁的神父来分享，尾啊学生甲我回应讲啥？伊讲潘哥，阮敢若看到迄个神父徛伫遐，阮就足感动的。伊拢免讲一句话，阮就足感动啊！因为伫台湾遐尼久，今仔日咱有感觉感动无？今仔日特别要配合即个相连主日，讲到底咱要讲啥物？啊，用即个圣经节，敬畏上帝的人。哦，咱今仔日献诗来看到教会内底敬畏上帝的人，佮因用真久长的日子，伫遐见证因伫遮敬畏上帝。毋知影咱咧准备即场的复赛，咱用偌济时间？哦，我会记你若甲学生咧准备，用足久的时间，又佮因的台语拢会谈毋着，所以用真济时间咧准备遮个礼拜。我毋知影大家练歌准备遮用偌济时间，但是咱看到咱的兄弟姊妹，咱的相连伫遮，因的信仰来做遮复赛，咱看到因安怎看待遮个教会，因安怎去准备去练习，愿意用遮个时间来准备，互规个主日的礼拜有真好的表现，表示因要甲上好的献互上帝。这就是敬畏上帝、
敬畏上帝的表现，要甲一个上好的祭，刻伫上帝的面前，摕来教会，咱刻伫上帝面前的服侍，是要上好的。这就是咱敬畏上帝实际的行动。所以咱伫上联今仔日的服侍，咱看到即款的见证。所以今仔日的诗篇非常简单，咱一看到伊的字，咱就知影伊的意思。敬畏上帝的人，上帝的福气一定会临到因，到因尽一世人无煞。福气是咱台湾人上爱讲的，也是讲咱规个汉文化家最爱讲的。讲过嘛有讲到福气。今仔日的经文中间，互咱看到敬畏上帝的人，上帝要应允伊有啥物款的福气。所以第一节，咱看到，既然敬畏上帝的人，遵行伊的道路的人，行伊的路的人，这个人就有福气。才互咱看到，这个敬畏甲福气，伊甲连做伙。什么是敬畏上帝？是惊上帝吗？因为咱的翻译内底有一个惊吓迄个字伫内底。伫旧约圣经内底，敬畏上帝的表现，第一是远离罪恶啊！伫个约伯记第1章内底，你讲有一个人叫做约伯，这个人完全的正直，伊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啊，离开个歹的代志，离开无好的代志。伫箴言第3章第7节嘛讲，莫掠做家己非常有智慧，你就爱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所以这敬畏上帝跟远离不好的事情，伊甲接做伙。对这个犹太人、希伯人来讲，敬畏上帝的你。莫去做歹代志，远离那些不好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敬畏上帝，咱伫经文小可看到，敬畏上帝就是遵守上帝律法的人。伫诗篇119篇嘛讲，这个人无做不义的代志，但是伊遵行上帝的道。上帝的道理，也是讲行伫上帝的道理内底。所以，什么是行伫上帝的道？照犹太人来讲，就是听从上帝，听上帝的话。所以，咱即阵咱若看这个现代中文译本，伊安那甲翻？伊讲遵行他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台语讲遵行伊的道路，华语现代中文甲翻做遵行他命令，伊就话这个行上帝的路，就是遵行上帝的话、上帝的命令。对咱知影的，以色列人因咧遵行上帝的命令是啥物？遵守迄个10条诫，遵守10条诫命。第一个就是你要敬畏你的上帝啊，遵行他的道啊，遵行伊的道啊，尽心尽意尽力尽力尽心服侍上帝，遵守他的诫命律例，这就是行伫上帝的道路内底。所以今仔日咱看到，伊头一句讲敬畏上帝，但是对犹太人来讲，这款的敬畏上帝，就是义的人啊，义人啊，正直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他是会敬畏上帝，他有敬畏上帝，他才能够行正直的事。上帝看伊做义，才看伊做义人。所以今仔日短短6个经节，咱会使看到内底，互咱看到差不多，咱会使看到对个人开始。一直到小小的团体，一直到大的团体，一开始伊咧讲尊坦上帝的话，就咱都拄仔讲的，咱敬畏上帝，咱就会听从上帝的律法，听从上帝的旨意。咱咧听从，
是对个人来的。所以咱是第二节，第二节，伊遐直接讲你啊，你爱食你代志是你要食你的手着我所得到的，你要吃劳碌得来的。过来讲，你要享福，事事顺利。代志事事亨通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只要咱看到工作嘛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祝福的一部分。敬畏上帝的人，伊要享受的是伊做工课，伊着我来得到的好处。上帝永远袂互咱做白工。上帝嘛咧甲咱讲，伊要供应咱日常的生活，互咱经验到即款的稳定。所以，即个幸福伫英语的圣经内底，伊是讲，伊是写快乐啊 ，happiness 快乐。伫上帝伫你食你家己所着我所工作所得到的享受，你会使得到生活面顶的快乐，互你幸福。后壁伊互你看到双倍的祝福，那么 double blessing， 双倍的祝福。伊讲你除了享福啊，享受即个福气，你阁事事亨通，表示你甲人的人际关系袂歹。做啥物代志拢真顺利，这是咱每一个人都足爱的。大部分咱咧求，咱拄着困难，咱嘛咧求安尼。你去庙里，你看因咧拜拜，因咧念，大部分嘛是拢会求这上帝恩典，互咱会使享受咱工作得到的。咱的工作乃使得到咱应该得的，这嘛是另外一种事事亨通啊。虽然讲即摆的社会无一定你拍拼就真是有饭食，咱会伫遐验证，感觉伫遮辛苦工作得无的成果，是毋是就是照圣经讲的，咱有快乐，佮事事顺利？事事亨通，无一定代表一帆风顺，无拄着困难。是伫咱的信用内底，咱拄着困难，咱嘛是凡事倚靠主来得到困难。关关难过，但是关关过，不是真的都是那么顺利。而且拄到不好的代志，我嘛倚靠主来经过这的代志。所以伫第二节，有人看到咱个人敬畏上帝，咱会使拄到什么款的代志？伊直接讲，你会使得到啥？得我得到食物，得到享福，得到顺利。第二，咱继续来看，这有一个真趣味的。第三节、第四节，伊直接讲到家庭。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伊得到的福气祝福，伊直接讲到，你看到这个看到的画面，是一个家庭的画面。伊讲啥？你的某伫你的厝内结果子，那亲像啥物？葡萄树啊，葡萄树结果子，结实累累。咱有去看过迄个葡萄园无？有去挽过葡萄。所以你若咧啉红酒，人讲哪一年？今年旱灾，迄葡萄拢打去，收成无好。讲你的囝围累伫你的岛，亲像安那，敢若栽啊，细长的小的橄榄树苗敢若栽。咱看到啥物画面？
哦，这个以色列人，伊嘛真注重家庭啊，所以因感觉去互上帝祝福，这个家庭内底会使看出来。所以，这个马丁路德，伊咧看这个诗篇，伊就讲这个是一个婚姻的诗篇。哦，为什么？就是这两节啊，互咱看到，伊拢咧讲厝内底的家庭。啊，咱知影马丁路德，伊就足爱家庭的，哦，生足侪囡仔，所以看到这，伊感觉啊，这个是一个婚姻的诗篇。然后圣经的学者讲，其实毋是啊。这是一个智慧的诗篇啊！哦，犹太人的智慧传统写出来，但是伫遮你看到，讲到上帝的祝福，直接连起家庭。虽然对犹太人来讲，这个葡萄树，伊嘛代表以色列人，也是讲教会哦，但是伫遮。互人看到非常明显直接的，甲家庭的这种关系。希伯来文化，伊嘛重视家庭，因为伫家庭内底，若有一个我们说贤惠的妻子，哦，真侪囡仔围伫边啊，哦，这犹太人感觉的福气，互人看到这是上帝的祝福，因为伫上帝的祝福内底。看到这个家庭的性命，会使延续，搁给天看到家庭的生命可以延续跟加添。搁通过家庭的中间，看到性命的连结，哦，看到上帝，然后看到生命的连结，上帝祝福伫父母、伫阿公阿嬷的性命中间的喜乐、欢喜、稳定甲关联，会使刷到家庭后壁。遮的囡仔，遮的囝囝孙孙，哦，每一个家庭的成员，拢会使共款认捌，也是领受到这款的福气，来见证上帝的作为。哦，这一写出来这种画面很美丽，咱马上会使想出来，电视啊、卡片内底画出来迄种的画面。这是带来人的快乐，嘛带来人搁较敬畏上帝、感谢上帝。橄榄树、橄榄栽，哦，这种橄榄树，我看这是以色列好像地中海遐因的真大的经济作物。咱较少咧食迄个橄榄哦。啊，细汉有迄种迄啥橄榄的干，迄种的通好食哦。啊是你去西餐厅、西班牙餐厅有啥？有迄橄榄，橄榄伫因在地中海或者是以色列因的生活，扮演非常大的角色，因为伊的用途非常的广泛。橄榄树蕉啊，会在它的上面停留，伫个面顶。橄榄树的这个茶、这个木材，会使做家具，伊的这个果实哦，会使食，佫会使做油。这个油佫会使安那疗伤治病，甚至这个油，伫犹太人尾啊伫宗教内底，诚做啥物祝福的标志、祝福的标志哦。然后你去天主教，有他用迄橄榄油啊那祝圣对。啊，即马一寡较新的独立的教会哦，较认真伊嘛那会用橄榄油祝圣。哦，我还去参加迄献堂的礼拜哦，还是讲要开信餐道哦。有点我像咧开个圣餐道的共款，伊伫圣餐道的边啊，四面拢会画迄橄榄油哦，用迄橄榄油去画十字的吼。我拄着有人讲着啊，牧师啊，
我最近我觉得我家不平安这样，你也使来问到祈祷不？哦，不是基督徒哦。我讲好哦，你若敢要求，我就会去这样。哦，想讲就像我们那个去家里祝福，家里能买摕橄榄油，我嘛去家里抹油哦。橄榄油有这么多的功用，这那亲像一个家庭，你认真工作回来，你厝内底的人好好给你款待，那是一个很好的画面。咱同齐享受伫家庭内底这款，转来到家庭，那亲像会使休困；转来到家庭，咱会使得到安慰；转来到厝里，咱会使得到医治；转来到厝里，咱会使得到毋说身心得到更新；转来到厝内底，咱的厝内底是上帝的厅充满的所在。所以，这个祝福真特别，祝福甲伊的子子孙孙。英语内底，伊毋是用 grandchildren 吼，毋是用孙仔，伊是讲 children 囡仔的囡仔，佫是你看会到的。但你会问讲，即马咱厝内底的家庭，拢毋是遮大。有的人的家庭嘛是剩2个人伫遐同齐生活，囡仔拢伫外口。有的人嘛是1个人生活，安尼即个经济甲有啥物关系？那是姊妹，咱即马来到教会，咱拢互相称呼啥物？兄弟姊妹啊，对，兄姐，啥物兄，啥物姐。咱伫教会就是一个家庭，咱教会要有，我们教会要有家的感觉。教会会使互人来到家会使休困，教会内底会使互咱得到安慰，教会内底会使互咱得到医治，教会来会使互人得到，让我们人身心得到更新。教会会使真做上帝的厅充满的所在。这是一种祝福。教会来真做，互咱看到这幅图，一个家庭在一起的这种欢乐跟慈爱，伊个家庭内底会使得到的。上尾，咱看到第5、第6节，伫第4节佫讲一摆。这敬畏上帝的人，就是有这款的福气。伊咧甲第1节咧讲同款的，佫一摆较认。看到第4节，你搁看，伊是讲看。但你若看这个现代中文译本，伊是讲愿啊，愿是啥物？许愿、望、希望上帝给你这个东西，伊讲看。后壁咱看到的是啥物？愿上帝对錫安賜福予你，願你一生看見耶路撒冷的好處，願你看見你囝兒的囝兒你的 children's children 囡仔的囡仔，願平安歸佇以色列。咱为头前咧讲到个人的拍拼，中讲到一个上基础的一个单位家庭，后壁咱看到伊求的是个更较大，甚至你感觉伊求的那像一种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状况、理想的国家。錫安是啥物？犹太人感觉上帝伫地上的行起的所在。神圣的地方，咱那个换另外一种语言，小等咱来换耶路撒冷是啥物？
因的首都嘛，对，政经中心，以色列因的国家，所以这句话啊，愿上帝对独行教会赐福予你。但是咱知影上帝毋是干那徛起伫咱的教会，上帝咱每一个人的心内，咱嘛使把这个锡安抽出来。哎呀，愿上帝赐福予你，愿你一生看见什么？台中的好处，台北的好处，去大这个所在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囡仔的囡仔。表示啥？你会使活足久的，你长岁寿，你会使看见你囡仔的囡仔，愿平安归伫底。台湾啊，对，咱那个换做咱即摆的处境，哦，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祷告啊。望上帝赐福予咱遮，敬畏上帝的人。上帝应允，伫因一世人中间，因会看到耶路撒冷，咱人家讲看到台中啊，看到台北这种繁荣、兴旺与平安。上帝赐福予这个人，会使长岁寿，看到因的囝，佮因的囝，这表示上帝伊的祝福毋是暂时的，嘛袂暂停。也继续延续下去，不只是在家里，不只是个人，它会延续到群体当中，表示一个遵行上帝旨意的人，伊毋是干那影响伊家己，伊嘛影响伊的家庭，伊嘛会对这个社会产生影响，因为上帝家己，上帝是这个祝福的源头，伊的这个祝福。继续延续到伊的囝儿，到伊的孙，教会甚至这个国家，看见上帝的阳光遍满这个全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后面是一个非常理想国的形态。一个祈祷，会使祈祷甲望将来是安怎？嘛看到上帝赐福会使达到任何的地方，这是咱今仔日。上人主日，咱所看到的一个敬畏上帝人，这个诗篇，咱看伫遮，咱看到上帝要安怎伫遮赐福人。咱若看到这个诗篇上头前，伊讲这是一个上行之诗，为面顶行，一直行起嚟的迄个诗篇，是他们要去朝圣，因为。搬过节、逾越节、五旬节、你祝棚节，因要去耶路撒冷，要去耶路撒冷，要去朝圣的时，还是讲要背面顶要去圣殿、要去圣殿的时，伫遐唱的诗歌，哪唱歌，哪祈祷，哪要去上帝的圣殿内底，因就唱出这款的祈祷，祈祷因的个人，祈祷因的家庭，祈祷望。因的国家、因的环境，会使有上帝的赐福。一个伫任何时间，伊会感谢祈祷。咱就安那看到即款的人，安那带着互人，也是讲伊拄着的人的即款的祝福。咱感谢上帝，咱伫教会，咱互相是兄弟姊妹。你无一定伫你的厝内底，你会看到你的囝儿的囝儿尤其现代的社会。但是咱嘛望咱伫教会会使看到囝儿的囝儿，我们可不可以生出我们属灵的小孩？咱教会一直有少年人，还是讲囡仔伫遮？上人主日，最后我看到这个经文，有几个我们可以做的最近的新闻了咱会使
很实际，做什么？第一，我们不要倚老卖老啊！哦，爱学习安怎跟少年人沟通，学习如何跟年轻人沟通。有当时我蛮想我会不会倚老卖老？因为学生讲，牧师你跟他讲啊，你跟他讲，他会听你的这样。另外意思是说，啊你年纪有够啊，你要讲也听。我想讲干真的哦，真的我可以讲吗？不要倚老卖老是，我讲什么凡事都是以我为中心。我经验够了，你要听我的。但是咱今仔日直接讲倚老卖老，这个不是在讲老人啊，每一个人拢会啊，年轻人也会倚老卖老啊。我看了好像学长就会倚老卖老，我讲我伫团契以前的学长嘛袂安尼，这个学长那对学弟学妹安尼讲话。倚老卖老不是老人的专利啊，年轻人也会。所以我们学习怎么跟人沟通。第二，咱若看到咱教会内底上最奉献甲真，咱讲活动非常多的，大部分是啥物？常年甲妇女，对。你看总会活动嘛是拢常年甲妇女。但是如果你去看年轻人的经费，其实我感觉拢无松年或妇女那么多。是你去看，无论是总会还是中会内底预算的大饼这个分配，我感觉青年安尼比起来拢无济。咱真做一个商人，咱若有气力的话，咱就爱为青年的事工奉献。无就为着教会内底儿童青年事工来奉献，为着青年的事工来奉献，这是咱做得到的话，咱会使做的。后壁咱看到迄个祈祷很多的愿啊，我们不止，这我常听到访问一个公司的老板，我们不只是要做梦。你讲少年啊，我们不只是做梦，还要行动。他说最宝贵的就是错误啊，失败我才知道哪里失败，我会在哪里行动。兄弟姊妹，你讲我已经真老啊，要哪行动？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80岁，伊才开始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头前40年，伊拢伫真好的环境。中的40年，40岁到80岁，咱会使讲伊咧步步修啊，要到处移动啊。到伊80岁，伊才开始来领导啊。伊开始嘛讲，我无法度啊。但是上帝予伊即个积分，伊80岁才开始做即个代志。望上帝帮咱，咱每一个人虽然咱是常人，但是咱伫上帝内底，上帝拢予咱有用处。伫教会时间，伫咱所有时间，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爱阮真做一个敬畏你的人，做阮嘛伫。这个犹太人所写的诗篇内底，看到敬畏上帝的人，伊会得到什么款的祝福？还是因望会使得到什么款的祝福？主啊，这些拢是对阮家己的生活，以及阮甲其他的人的生活，也是阮所徛起的所在，拢望会使得到上帝的祝福。主啊，愿做你帮咱，这款的祈祷。这款的稳定，嘛会使伫阮生活的边仔来发生，也互阮毋是干那祈祷，毋是干嘛伫遐望，互阮每一个人拢真做行动的人，
互上帝国会使伫阮徛起的所在，互人看见，会使实现。嘛，伫上基本即个教会团体内底，会使看见上帝你的临在伫遮，阮拢会使活出上帝爱阮去行的。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圣诗第21美首，上帝真正是我上帝，请咱起立。上帝真正是我上帝，趁早我要做伊。少年思念微微的过，一万年古无离。我心望上帝的话，亲像风寒甘蓝，爱的我的忽然起舞，地落大雨压残，上帝教我高雅，我最应该学了。我最有你虽然多家，不答应我的路，你感到这迷茫记了，上帝的名当作比，上帝是个我当定，安乐主宰欢喜。阿门。请坐。奉献由秀文长老、方义执事甲郭英兄。
这时我来报告，请咱献开周报第3面，咱来读本周的金句。我读一解，请咱兄弟做伙读2解。既若敬畏耶和华，行伫伊的路下，即号人有福气。诗篇128篇第1节。既若敬畏耶和华，行伫伊的路下，即号人有福气。诗篇128篇第1节。第3页咱有顶周的一寡出色的报告，甲咱过来后一周的事工分配，请咱兄弟若有担当着的，咱注意来做。咱看第4页。本会消息，第一项，今仔日是上年事工的纪念主日，咱多谢潘东嘅牧师前来领礼甲讲道由上人团契担任服侍献诗。礼拜中有要个颁发学期的奖学金。第2项，下主日咱要邀请蒙恩教会朱立关牧师来主领礼拜甲讲道。第3项，今仔日咱有要颁发奖学金，咱等一下有咱的负责的长老会来处理。第4项，下主日中昼12点半第3校会仪式，有要召开10月份定期的中执会，若有需要请假，爱甲秀珠执事请假。第5项，10月初3 9点半。伫台中中会中基国际培训中心召开冬季的议会，咱由第2长老、志荣长老代表出席。第6项，咱即马祈祷会咱有邀请关怀小组来参加。即礼拜是良性小组甲称赞小组。上人团契年会选举结果，会长王明仁、副会长蔡明莹、委员王宪仁、李明俊、黄孝军、郭凤如、陈秀云、蔡庆美、罗秀贤、林国燕。妇女团契年会选举结果，会长刘罗义、副会长罗秀珠、委员罗秀贤、王素娥、陈丽淑。咱月历咱总讲有登记是甲教会登记交钱咱有2种，咱会当去办公室来选。新安讲10月份到12月份已经来咱若有订的，请甲咱办公室领取。第4季10月到12月圣工分担表咱请咱兄弟注意，咱会当伫关怀小组会当有电子的资料行政干事伫10月初3拜2中秋补假一天，请兄弟注意。咱后礼拜要庆祝10月份的生日，咱伫遮若有闹交的咱请甲慈惠执事咱来订正。咱团契消息，上人团契伫今仔日有主理，咱规个礼拜10月初4，咱有要去水南教会甲宏远海空步道来一日游兄弟会当伫7点50伫游览车馆顶集合。原则上游览车会停伫2中的头前遐妇女团契今仔日上午11点20伫1楼副堂有聚会。10月14拜六伫1楼副堂有陈凤祥老师的主讲。你毋知影吴顺节甲保惠师向迄落顺应者来登记报名。社青团契今仔日上午11点40伫5楼副堂有聚会。兄弟团契今仔日下暗5点半
中秋自产伫阿秋大肥吼迄落健康店咱甲质量长老报名咱准时前往10月初7就是每礼拜6个永暗伫8点，拢伫交易厅拢会当大家做伙读圣经希望兄弟参加四海读经每礼拜4暗时7点半伫1楼副堂即摆已经到20课，1、2、3个4天咱若准讲爱讲义的甲真会者来领青少年团契伫10月初8伫有聚会是查经，咱关系协会的消息咱第一来看10月初10到10月12拢因为国庆的连假拢休困一天咱具体的消息咱大家动态咱可能等一个具体的大岛咱才来祈祷咱教界的消息咱家己来看第7页咱有顶礼拜奉献的金额咱来核对若有问题甲财务组来订正安尼以上报告咱煞接，咱来请教育组咱要来颁发奖学金。请咱高位受奖同学咱来台前。咱真欢喜，感谢上帝，互咱遮个细囝拢伫因的学业顶面有真好的表现。我来甲因介绍上正平的迄是陈洁仪伊是今年对东海音乐研究所摕到硕士咱甲伊恭喜。过来林志忠营养系今年嘛毕业恭喜他。过来赖奇佳这位。齐家嘛，今年以日文系毕业吧，应用外文应用日语吧，英文再来伟琴伟琴工业设计系大再来黄松资讯工程系大3再来黄以佳伊是今年高中毕业考到东海。下岗系咱甲伊恭喜。过来赖怡君君是气管系大专3年级这两位是彭鑫甲岳佳，因是国3好咱即摆下面请牧师来为因颁奖咱对迄边大汉的开始陈洁仪。咱做伙翕一个相，所以咱徛伫后壁
咱来介绍一位新的朋友，陈文贤兄弟，毋知伫倒位，当徛起来，阮看一下无？哦，陈文贤兄弟吼，伊到伫倒位？附近，好，明新村吼好，安尼欢迎你吼，会当逐时来，咱若有迄个青少年，咱的社青团契，再小可招呼一下，咱欢迎。毋知有第一届来咱教会，无甲咱介绍到的无？若无咱即时吼，咱要来具体的带导，咱知影吼，咱教会吼拢有真济的兄弟，因为身体欠安，需要咱做伙来关心。咱即时吼，咱做伙，咱用过咱的心，咱来替因祈祷。除了这几个以外吼，就是嘉圣长老、张仁兄、甲大平长老，因有哪需要咱来祈祷。咱伫遮，咱每一个人，我会当家己用力，会当开喙来替恁家己，也是讲为着教会来祈祷。即时咱做伙来感谢甲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知你是阮的主，你帮赞带领阮每一个人拢爱伫谦卑伫你的面前，因为阮知敬畏上帝，你要引带阮头前的路，使阮有福气伫你的面前。阮知阮每一个人是土份所做，当阮拄着肉体病痛，也是心灵会痛痛的时阵，天父上帝求你用你的圣手安慰扶持阮。阮特别为着秀莲长老伊脊髓装支架徐仙姐伊颈椎个背痛个有急诊，求你帮赞风张伤有阴线有较好，阮感谢肺经者伊住伫病院胃癌搁爱血止髓，求你帮赞带领孙爱姐伊去跋倒头壳有天尖。求你帮赞，互伊会当紧经过治疗，会当复原。嘉圣长老，阮特别将伊仰望交托你的圣手，伊因为住伫加护病房，一直无法度通家己来呼吸，求你圣神引带伊头前的路。张仁兄以后动手术，求你帮赞。互伊会当更较好起来。大平长老伊也欠安，求你扶持帮赞照顾带领。阮也为着阮教会所有病痛心灵忧伤的兄弟，伫你的面头前恳求。阮相信，只要阮用过你的宝血来洗清阮，认阮的罪，会当伫天父上帝你的面前。阮要定做有一个定心的灵，阮的肉体会当得到你的祝福，渐渐会当好势。阮也为着阮教会团结改选，有新的干部，求你帮赞，互阮会当继续来伫团结领导做主你的事工，引带兄弟会当信仰建造。尤其阮还未改选的圣歌队兄弟团结、社青团结，求你祝福。阮也为着阮教会屏幕的代志，交伫天父上帝你的圣手，求你陪伴你的牧者伫阮的中间，引带阮会当伫笃行社区，互阮教会诚侪社区的光、社区的盐，会当荣耀你的名。阮伫你的面头前，感谢、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即时咱要来行平安礼，请咱起立，做伙用我用主的听。咱搁唱一届，我听你，我用主的听真来听你，我记你爱你，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名真心来听你。咱来唱圣诗513首，咱吟诗了，咱请牧师来给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众兄弟姊妹三甲一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来倒避会。咱今日礼拜到这，愿上帝祝福咱大家。